大家好，我係嘉諾撒小學嘅圖書館主任李詠文老師。今日想向1至3年級嘅同學推介一本繪本故事，書名叫做《巴士來了》。可能大家同學都會覺得喺日常生活之中乘搭交通工具係一件平凡不過嘅事，但係對於書中嘅主角澤間先生嚟講，就係有點挑戰性嘅事情啦。因為呢一個書中嘅主角澤間先生，佢喺年輕嘅時候眼睛因為患上疾病而逐漸失明啦。不過澤間先生仍然好希望咧去維持佢嘅工作，令到佢嘅生活咧得以繼續進行，所以咧每一日澤間先生都需要乘搭巴士去返工嘅。佢每一日都需要喺固定嘅巴士站等候巴士，但係乘搭邊一號嘅巴士、幾時上車，對於已經失明嘅澤間先生嚟講係具有一點挑戰性嘅。但係有一日，當澤間先生好留心咁樣聆聽緊究竟巴士幾時嚟嘅時候，佢隔離有一個小妹妹同佢講：叔叔，可以夠鐘上車啦！你等緊嘅巴士已經嚟咗啦。原來喺隊伍裡面有一個叫做小少嘅小學生，佢留意到失明嘅澤間先生其實係需要少少嘅幫助，令到佢可以順利上到巴士嘅。然之後喺每一日嘅朝頭早，只要小少同埋澤間先生身處同一個巴士站，一個女孩子都會協助澤間先生順利上到巴士嘅。澤間先生對於小女孩嘅舉動覺得非常之咁感動，因為有咗佢嘅幫助，澤間先生可以安全咁樣去登上巴士去返工。但係一位小學生小少，佢終有一日會畢業，完成佢嘅小學學業，去其他學校繼續上課。咁樣之後，澤間先生會唔會得到其他人嘅幫助，順利可以登上巴士呢？故事嘅發展就留待各位同學去圖書館借閱呢一個故事，揾出呢一個答案。李老師喺度向大家推介呢個圖書，其實係想大家明白喺呢個社會裏面，其實係有唔同嘅人需要我哋去關心同埋幫助。例如傷健嘅人士，佢哋都好想為我哋嘅社會盡一分力，同埋發光發熱。但係有時喺一啲生活嘅小節上面，希望大家多一點嘅同理心，為到身邊每一個有需要嘅人着想，大家向前踏多一步，伸出一啲援手，咁咧可以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嘅。